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小弟今季喺0-4服未到中期結算就已經打完雙方講和，而家已經日日打賊準備做莊。喺今季打賊多咗個通令功能，用途係可以喺同盟或者全服發出通令，用金珠懸賞俾其他玩家去幫你打賊，可以揀巨擊士或者重逃兵，分別係15金珠同埋25金珠一隻。至於發通令嘅玩家就需要消耗冊書同埋課金買金餅嚟發通令。想賺取金珠嘅玩家只需要撳接任務，跟住喺打賊嘅時候撳協討就可以拎到金珠。協討嘅玩家係唔需要消耗冊書，而對於金主爸爸嚟講，可以慳翻啲時間揾人幫手打賊，亦唔需要去揾代練咁麻煩。對於平民嚟講，完咗季冇嘢做，打賊打到冇冊書可以賺金珠。呢一個更新可以話係令到大家雙贏。